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盖伊因为处理校园内底反犹太活动的态度无妥当，最近佫爆出论文抄袭的风波，校长做半年就落台啊，是哈佛有史以来任期上短。盖伊伫辞职批内底讲，做出这项决定并无简单。不过，伫甲董事会参详了后，考虑伊的辞职对哈佛大学来讲上好。安尼3号正法度把焦点放伫机构，临时个人。伊的职批会由教务长贾博暂时来代理。53岁盖伊去年7月就任哈佛大学第30位校长，正做1636年哈佛大学创校以来头一位非洲裔校长，第2位女性校长。过半年时间，身为海地移民后的伊，正做哈佛大学史上任期上短校长。I think it's a loss because I think she really didn't get a chance to really be heard. I think she just did too many things wrong, especially with her testimony in Congress. I think that was just, the kind of final tipping point that should have led to her removal immediately. 去年哈马斯攻击以色列，哈佛大学无严肃来谴责攻击行为，学校内底反犹太情绪是真悬。部分哈佛的金主对着盖伊的处理是真失望，也学校阁收到盖伊多篇学术文章涉嫌抄袭的指控。哈佛董事会原本已调查发现盖伊引用不足，也阁无违反研究规范回应。不过过去几礼拜，保守派媒体华盛顿自由电台一直报道指控盖伊抄袭案例一直增加，甚至包含博士论文。部分人士批评哈佛对盖伊甲学生的学术要求标准无同款。哈佛董事会初3声明表示，深切的悲痛来接受盖伊的请辞，并且俄罗伊面对风波表现。公司新闻深入批编译。